台中市消防局初步调查，爆炸的原因疑似是12楼美食区的装潢工程造成的。台中市政府表示，并无收到先公3月的施工申请，市府相关的局处会依法开发，初步估计会开发120万。也若有20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伫昨以证人的身份到警察局制作笔录，其中12个人伫半暝移到地检署复讯。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13中昼传出爆炸意外，我倒啊食饭的时段人是真侪。迄当阵看电影的西百货公司的民众是赶紧走出来。根据通报，迄当阵11楼的商场甲12楼的美食街当咧装潢施工，受到牵连的楼层为9楼至12楼，其中以12楼是上较严重，也若13楼、14楼是餐厅甲电影院。专家研判，爱先查清楚家属的讲线，才有法度厘清是虾米人的责任。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人为方面去把它切割而造成渗漏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管线的这个调查是不是没有做明管，而且是被隐蔽变成是隐蔽管。屏东天然气公司表示，车站已经把专柜的加速表拆掉，嘛把天然气的管线封起来。13这天并无施工，技术人员去勘察，瓦斯无漏出来，现场嘛无火炭烧的痕迹。台中地检署组专案小组去事故的现场，会动警察、消防单位，以搜证调查、保全证据，要来厘清原因，甲找出是谁的责任了后会裁罚。市府初步估计会罚120万。地检署已经马上组成专案小组，然后会同法医以及火调小组然后技师工会以及新中瓦斯等等的机关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这个爆炸案件灾害真严重，新光3月都要停业，会看调查的情形，包括公安、监管甲相关劳动检查，确定安全无问题了后，才会同意恢复营业。新光3月百货公司必须停业哈。那至于停业到什么时候呢？就看检察官他调查的情形，现场调查的情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13下晡开始，就通知工人、百货公司、甲假书的业者等等20个人，以证人的身份去警察局做笔录。检察官阅卷了后，认定有复讯的必要。暗时10点左右，请其中12个人去地检署接受复讯，其他请回。记者综合报道。